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在寒冷的天气中间，我们得到神你的保守，还有福气来敬拜你，我们献上满心的感恩，祈求神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，给我们强壮的身体；在我们心灵冷淡的时候，火热我们的心情，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要来明白神你的旨意。求神你将你的话语告诉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明白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天气很冷，所以请大家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。那我们相信神是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。那我们在1月2号的时候，我们就用新年新展望，我们谈了一系列，有一些神给我们的在新年的盼望是什么。我们第一讲的时候呢，曾经讲到说，新年新展望里面，我们用的诗篇92篇的第12节到第15节，那边告诉我们，义人要兴旺如棕树。兴旺如棕树，我们也解释了为何棕树能够在旷野中间得到兴旺呢？能继续能够长青呢？神要我们这样，因为棕树它根扎得很深，能够跟沙漠里面在地底下很深的地方才有水分的地方，它能够连结在一起。那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社会中间，一般的这种信仰中间弥漫着整个社会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要如何呢？我们生命是不是有像棕树一样找到对的地方扎根呢？你是不是跟主连结在一起的？所以你才能够像棕树一样能够长青，然后叶子能够茂盛呢？我们能不能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呢？能不能有馨香之际能够展现出来呢？这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，1月2号的时候我们所谈到的。所以问到说，我们如何能够使我们这样能够发旺，能够像常常结果子，而满了枝浆，而且能够永远长青呢？我不知道在过去这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去思考，在新的一年到底要如何？那我们也提到了，我们在教会中间呢，在这个今年中间呢，我们针对的试验事情呢，在这里提出有祷告事工，有福音主日，也有灵命操练，也有迦南文化。这个跟我们的意向是非常吻合的，因为我们是对内是一个祷告教会，然后对外要成一个宣教的教会。那我们祷告要如何的训练呢？好像祷告一直是我们最弱的一环，但是我们又称我们是对内是祷告的教会。我们明明知道祷告，我们需要祷告，祷告才能够跟神连接在一起，然后祷告才能够拖住我们所有的事工。那我们祷告是不是我们需要重新再来学习？所以我们就将我们的祷告呢就多元化，我们要有学习的课程，然后我们要有这样一起就是单纯来祷告的祷告特工队。我们也有要你的生命中间能够展现出来的见证，同时呢，我们也希望帮他祷告有各样的方式，不一定只有说要出声音然后很大声，我们也有静默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祷告常常都是丢事情给神，我们却忘了从神里面去领受。祷告不要忘了，它是一个双向的。我们常常忘了，我们都变成是单向，就是一直丢给神。我向神讲了很多话，然后一祷告结束，阿们，又就走掉了。从来神想要把话语给你，都没有机会给你，你没有机会去听到。所以我们在礼拜六早上，我们有一个静默的祷告，1小时中间都没有人有出声音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是一个很不错的气氛，放着音乐，你静静的等候神给你的话语是什么。像这种多元性的，今天我们也开始，我们在座位上应该有个地方摆的一个是就是守望祷告的位置。原来我们守望祷告都是在祷告室里面，我们觉得应该带到会场里面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大概有7个位置是摆的一个守望祷告者坐的位置，上面还写的在守望祷告要做哪些事情。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真的是一个多元性，然后你有可能不太习惯这个，你可以习惯这个东西。神是一个丰盛的神，他是一个全能的神，你怎样子，你只要是愿意，你的心愿意啊，用什么方式他都能够接受。所以祷告事工，我们盼望在新的一年中有一次重新的看见，每一个都应该投入，不管你是用哪一种方式，
我们可以成为宣教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用福音主日，你可以带慕道友来。我们自己呢要得到灵命成长，所以仍然有灵命的操练。我们将2个月集中的把它分成是各1个月，5月跟10月的时候呢，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灵命的操练。等这一些东西都有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教会中间，你能够呈现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迦南文化是如何呢？所以在1月2号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提出来，我们盼望能够看到这样，真敢给和睦创新。你是一个真诚，我们对真诚，然后怎样？我们有感恩，然后给予和睦文化。你觉得这跟有没有关系呢？这个是跟有关系。等一下我们继续会谈到。那我们要如何能够去活出来呢？你觉得哪一项是需要神去帮助你呢？这个是我们在1月2号我们所提到的。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另外要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但是我们将这迦南文化呢重新。在上次我们没有谈这么清楚，现在将我们的尼希米52所上过教会的功能，跟我们这些文化有什么结合呢？你自己看这就知道了。真诚，你到神面前，你不可能虚假。外面我们人都看不出你到底内心是如何，神知道。你只有真诚，你才可以有可能来敬拜。我们强调真诚要对抗是，他强调是正直、忠心、诚实。然后节制，他要对抗的是什么？对抗那虚假、谄媚的、巴结，然后怎样是传舌的。在神的面前，你只有真诚而已，没有什么第二句话。那对人也是应该是要这样子。那我们就要感恩，你有感恩的心，你也才能够来敬拜。感恩我们强调是什么？祝福、善言、善思、善言，然后是谦卑。对抗的是什么？是那些抱怨、恶思、恶言，然后骄傲。这是敬拜中间必须要有的。我们要讲给予乃是一种侍奉的心，跟我们侍奉人生是一样的。他所强调是一种关怀、服侍、赋予、付出，然后分享。当你领受神的爱之后，你要给予别人，你要在侍奉中去跟别人去分享、去服侍他。对抗的是乃是自私、冷漠、要求、自怜。我们不再是听到说谁怎么没有来关心我了。啊，我很需要别人关心，你反而是应该去关心别人才对，因为你领受这么多的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你领受到了没？你领受到就应该去给予别人啊。第4个是和睦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，因为他成为上帝的儿子。我们所强调的乃是这样：和平、亲密、互动、柔和，它是一个团契的生活。只有团契生活，你就要非常注重这个和睦。对抗的是这样，乃是冲突、论断、批评、八卦。最后一个是创新，因为我们要成长。我们强调的乃是一个改革、成长、受教，非常的积极。我们要对抗的是那些停顿不长进，然后怎样，他会悖逆、懒惰的。其实这5样的迦南文化，就是跟我们前面所学习过的教会应该有的功能的呈现就是这样。只不过用另外一种语言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有经过敬拜人生，有团契人生，还有成长人生，还有侍奉人生，还有宣教人生。我们的文化其实就是要活出这个样子来。我不知道我们在1月2号刚开始的领受到底是如何。当我们希望有个新的展望是这样的时候，那你另外有没有什么期待，或是有你什么梦想吗？我们在今天开始的时候，要有一系列讲说丰盛的生命。第一讲我们要讲到是期待梦想会实现。你新的一年你的期待跟梦想是什么呢？你觉得你的梦想这些实际上会不会来实现呢？要是不会实现的话，它应该不是你的梦想，它只不过是白日梦而已，因为你知道它不会实现的。那你的梦想、你的期待是会容易实现，还是会实现吗？为什么会这样问？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掌权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来想说，你认为神对你的期待是什么？当你知道是神对你的期待的时候，他在掌权，当然会实现的。所以你的期待跟你的梦想是不是跟神的期待有连结在一起呢？或是换句话讲说，你觉得期待梦想的实现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？最重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？它有什么条件吗？
他必须要怎样的心态吗？他必须要有什么样子的动机吗？你知道你的期待梦想没有实现，是因为没有盼望呢，还是在等候呢？神给你的应许到底是如何？我相信我们新的一年中间，我们非常需要知道这一些，你才能够充满了盼望去进行到今年2011年的前面。我们再回来看今天所告诉的经节怎样告诉我们。我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念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。以弗所书2章第4节，再看以弗所书第3章第20节。第2章以弗所书2章第10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。有别的版本的翻译是说，原是他的创作，他的杰作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杰作的意义是什么。当你满意之后，你才把它称为杰作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的杰作，他的创作，他的创造，而且是他的杰作。要是你自己是一个艺术家，或是你要呈现一个东西，你认为它有瑕疵，你就不会让它出现了。你先把它毁掉，或是修改到你满意之后，才当作你的杰作来呈现出来。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的杰作，只不过我们每个人在神让我们的目的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大概会有不一样的地方。神要我们做什么？神要我们去行善。英文说 good works， 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的呈现出来。所以我们应该非常的清楚，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命令是什么。他告诉我们，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神要创造你之前，早就知道你要做什么，做一个杰作。在这个杰作什么？去做好事情，去行善，对别人有帮助，能够荣耀神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人生观就是讲，荣神益人，就是因为这样得来的。那接下去的时候，我们靠着要如何能够完成呢？我们有可能常常觉得我们很软弱。以弗所书第3章20节就告诉我们，他要怎样？要帮助我们。就是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这边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在我们的期待、我们的梦想，我们要是跟神能够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我们必定会实现，因为神要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在新的年开始的时候，你在期待你的有一些期待、有一些梦想，你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呢？我们先来看看神给我们应许到是什么。神的应许呢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，大家都非常清楚。这个13章是讲爱是什么，爱的真谛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等等，一直下去。到第13节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说怎样？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3样。最后才讲说怎样？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那我们看前面这一句话，这边告诉我们有3样东西是长存的，有的译本是翻译成为是怎样？是永存的。是永存不朽的，这3样东西不会废掉。那信望爱到底是什么呢？信就是你有信心，你就带来了有盼望，然后你就可以领受那个神给你的爱。你领受到之后，你也能够将这爱去让别人能够领受到。这3样东西是不会废掉的。信心讲的是对象，而不是我们自己，不是我有信心。而是我对我所相信的有信心吗？盼望，因为你有信心，你就有盼望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，信心、盼望跟爱这3样是永远能够存在的，它不会废掉的。所以表示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生永远是有盼望的，也就是你的期待、你的盼望呢，一定会实现的。只是你的盼望到底要是怎样子的盼望？而这中间的关键是怎样？是你要有信心。是对神的依靠。我们记得我们信心已经讲过好几堂，在讲到信心，注意的是你的对象是谁，不是说我有信心。当你对哪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，是因为他的表现，所以你有信心。你对神有信心，是因为神能够这样子，所以有信心。不是因为我相信他能够怎样，不是，是他能怎么样。假定是你的话呢，是说我盼望。我心中期待他会这样子，而信心乃是对神，他的对象乃是是对象，而不是我们。
所以信心呢，关键就在信心，是这个盼望呢，要如何呢？就是因为对神能够依靠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，我们常常会看到，我们有很多的期待，而这个期待呢，最后是对我们影响有多大呢？我们看看小孩子就知道了。父母对小孩子的期待呢，常常就影响着小孩子的一生。不是这个小孩子他有多大的能力会影响他的一生，而是我们对他的期待会影响了一生。假如你父母对小孩子的期待，希望他成为一个音乐家，从小他就连他的自己的恩赐都还没有展现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要他去学琴了。他一生就开始学琴，他就成为一个在音乐上侍奉。其实他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，我们并没有机会去发掘到。所以期待其实对我们人影响是最大。那你知道神对你的期待是什么吗？理论上，神对我们的期待应该会影响最大。但是有没有真正这样子影响呢？神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？他要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你觉得你有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吗？刚才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10节已经告诉我们，神创造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原是他的杰作，为了要叫我们行善。行善之后，你就觉得你能够帮助很多人，你活在地面上是有意义的，你的生命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。神给我们的期待是非常清楚的，但是我们应该过的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但是我们有得到吗？原来要有丰盛的生命，第一步是怎样？你要拥有合神心意的伟大梦想，并且期待这个梦想会实现。你要跟神连接在一起。神要我们行善，单单很简单，就一句话而已。但是在我们人生生命中间，你不是一天到晚在做一些善事啊，你要生活，你要工作等等这些，那你如果能够连接在一起呢？所以原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考虑的，而这些事情能不能合神心意呢？要有丰盛的生命，第一步是要拥有合神心意的伟大梦想，并且期待它能够实现。要是我们这些梦想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呢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神在等待，不是神还没实现，不是因为神需要等待，而是因为我们人还没准备好。神他知道什么时间是最好的，只是我们人不知道。我们常常以为我随时都已经准备好，其实并不尽然。你到底准备好了吗？你看到你有你的期待，你有你的梦想，你向神讲，结果都好像没有实现出来是怎样？不要怪神，是要怪我们自己。因为神知道何时最好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所以神要让我们知道，我在等待，是因为等待你还没有准备好。所以在等待的时候，我们一方面要预备我们自己，也要在心思意念上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，也就是要期待你的梦想会实现，不要空等，你要装备自己，并且盼望怎样？这个期待，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。假定要这样说呢，我们就要注意到3样事情，在期待梦想实现的3个建议。第一个，你应该要有清楚而正面的这样的梦想。你的梦想不是白日梦，也不是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，而且它有可能是一个负面的。这样的话，神怎么会祝福它？你不可能会实现的，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，而且你是负面，神怎么会给你负面的梦想去实现呢？所以你的梦想，期待你的梦想要实现，第一个你要有清楚而且是正面的思想。箴言第23章第7节前半段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所以当我们一直有这个很正确而且清楚正面的思想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常常去想它，常常去思想它的时候，事情就会实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为他努力，而且会为他而装备自己。你知道上帝常常是照我们的期待的层次来满足我们吗？因为耶稣会常常问别人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有人来祈求主耶稣帮助的时候，主耶稣问他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神本来可以给你这么多，你的回答可能是这样子而已。
你期待的层次只有这样子，神就只有给你这样。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正面，而且我的是一个很伟大的梦想的时候，神合神心意，神就整个赏赐给你，不是只有在你要求的小小部分。神通常是照我们期待层次来赏赐给我们，因为耶稣也是常常这样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第一个，我们的梦想，我们的期待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要非常的清楚，然后能够合神的心意，而且是非常的正面的，而不是一些负面的。因为当你要是不相信你的神是会赏赐我们属灵生命、丰盛生命的时候，你自然就失去了神的祝福，因为神就不需要祝福在你身上了。为什么讲我们要有正面呢？因为我们的文化常常会告诉我们一些负面的思想。我们的儒家思想里面有些是这个负面的思想，它告诉我们这样：祸不单行。表示我们这个有什么灾祸的时候呢？常常会很多一次来说，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给我们一些很错误的思想。福不双至，福气永远都只有单单的，不会一直来的，是这样子吗？神给我们的祝福并不是这样子的。或者是好事多磨，我想这是一些形容词来安慰了我们，但是神给我们是更正面的。神给我们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不是只给一个而已，够我们用。神常常要照顾着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要破除这个负面的这些思想。我们不只是这个要有正面清楚的思想，我们要把它记下来。事后你就可以做见证了，你就知道神在你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有多大。我们常常忘记了神的恩典，因为你没有记下来。当你记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做很多的这个见证。在神告诉哈巴谷先知的时候，他告诉他这样：他对我说，将这默示明明地写在板上，使读的人容易读，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，快要应验，并不虚谎。虽然迟延，还要等候，因为必然临到，不再迟延。神给我们的也是这样，给我们的应许也是这样子，所以你要记下来，你才知道。我们看我们的迦南文化呢，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清楚而且非常正面的一个期待，盼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把它活出来。我们不断地去思想这5个文化。它是一个真敢给，和睦创新。你常常记着，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真诚的人，一个感恩的人，要常常给予别人，是一个和睦，是一个创新的话呢，这个梦想，这个期待呢，就会这样活出来。因为神要帮助我们，盼望我们都能够活出这个迦南文化，成为一个迦南文化的人。第二个建议呢，乃是你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。在士师记里面讲到基甸的故事，大家都非常的熟。但是基甸第一次耶和华的使者来找基甸的时候呢，在记载在第6章第12节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：有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你回去看看基甸那时候在做什么？他是一个勇士吗？正在操练还是怎样？带了一大堆兵吗？没有，他躲在一个房间里面在打麦子。麦子应该是在广场上，为什么躲在一间房间里面？因为他怕米甸人能够知道他。其实他应该是这样非常弱的人，躲在一个不敢呈现出来。但是耶和华神的使者告诉他是大能的勇士。基甸自己怎么回答呢？基甸说：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？我家在马拉西支派中是自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。他的回答是这样，使者在告诉他是怎样：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击打的一人一样。有时候我们会很谦卑，是真谦卑还是假谦卑我不知道。我看基甸他不是真的谦卑，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他看他自己就是这样子。有可能我们看我们自己是这样，但是神看我们是不一样的。你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。后来基甸靠了300个人去击倒米甸几万人，因为神这样带领他。神也要告诉你，我与你同在。要学着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。我们能够完成我们梦想的重点是在这，我们是不是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？
要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可以为何会成功？因为我们拥有3个重要的态度。第一个态度是这样，我们愿意给神使用；第二个呢，我们不会被过去的失败所击倒；第三呢，我们永不放弃。第一个，我们看呢，我们会愿意为神使用。我们要告诉你说，神使用你，并不是因为你的才能，因为你的背景，而是因为你愿意给神使用。我们看圣经中间，耶稣的使徒12个使徒，那个带班长彼得，他是不是读了什么博士或者什么哈佛博士才回来吗？没有，他是一个捕鱼的。为何能够成为12个使徒中间的领导者呢？因为他愿意为神使用。神要使用我们呢，是因为我们愿意神使用，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才能。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，在非洲有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布永康，他上次来我们也从这个直播网络直播我们有看到，他是讲什么圣灵的火啊的那一位，他的英文讲解不是很好，所以原来他看他的这个自传里面看故事里面看到的，他在19岁的时候，他的英文还不会，这在德国人里面来讲是非常差劲的一个人，所以这个资质并不是很好。在19岁还不会英文，但是呢，神的呼召给他要去非洲去传扬福音，而且一传都是这样讲给几百万人听的。看他影片可以看到，一片黑压压，而且是非洲人都是很黑，所以看起来是黑的，一片都是黑的。传讲布道会是几百万人来听的。他有一次问神说：“神，你为什么拣选我？我的资质不好哎。”神告诉他：“其实你不是我的第一人选，也不是我第二人选，你是第3人选。”他说：“那为前面那2个人为什么你不派那2个，才派第1、第2人选呢？”他说：“第一人选呢，因为他不愿意；第2人选呢，因为他不顺服。”布永康听到这里，马上说：“神，你不用再去找第4个人选了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虽然我的资质不是很好，但是我愿意。”神今天也要差遣我们每个人，要使用你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为神使用吗？你可能说我不行啊，我不太会讲话。摩西也不太会讲话啊。那摩西在整个历史上的角色有多重要？你有可能说你不太聪明，布永康也是一样啊。你有可能讲了很多个理由，但是神既然要用你，神就不是要用你的才能，用你的人。神是会用他知道他需要的是什么。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2节告诉我们：“因为人若有愿意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”神的想法跟你不一样。你觉得我非常重要，我引以为傲就是这些，神就是不用这些。你觉得我不太行的这个，神就是要用你这些。你有愿意的心吗？你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时候，第一个，你就会愿意为神来使用；第二个呢，你乃是会怎样？你不会被过去的失败所击败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要实现我们的梦想要实现的关键，就是你不要被过去这些所击败。我们来看以色列人，他为何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？从地图来看，出埃及一直到迦南地，假定是开车过去的话，7、8小时就到了。有人得走路试看看走过，大概是11天能够走到。为何以色列要花了40年呢？当然他不是都在走路，他要在地方有时候停很久的呢。为什么神让他这么久才进去呢？原来是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被过去的包袱所击败了。他们旷野中间没有水没有吃的，他们就开始抱怨：我们还是回到埃及去吧，埃及那地方有的吃哎，虽然不自由，但是有的吃哎。就开始有些抱怨，被过去的这些人所束缚掉。过去的中间呢，它是一个奴仆的这种想法，只求安逸而已。我们会不会因为受过去而受到局限呢？你要是将你的眼光用神的眼光来看的，当然就不一样。
因为刚才以弗所书第3章20节就告诉我们这样，他要帮运行，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量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过去的经验还是会影响我们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它。那我们可以从过去学习到这样功课，我们就不要这样受到过去的这些影响。我们可以尽力的去完成神给我们的梦想。保罗也这样说，在腓立比书第3章第13节说，他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我们不要让任何人、任何事情来告诉你说你不能、你不行啊，不要再努力了啦。这是撒旦给我们的谎言。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神，要告诉你，你能。你要是不能，靠神万事都能。我们不要被过去的这些失败所击败了。这是第一，你会拥有这样子的态度。第三个呢，你会拥有不放弃的态度。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，得胜者这样，并不是一位从来不失败的人，而是一位从来不放弃的人。我想每个人都会有经验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失败。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得胜者，你要怎样？不放弃。在撒母耳记上这30章第1节到第6节讲到一个大卫他们记载的事情。他带着军队出去之后，然后回到他原来住的地方叫喜格拉。喜格拉城的时候呢，没有想到在他们不在的时候，亚玛力人呢带兵来到喜格拉这个城里面，将他所有的这些大卫他们那些人的太太啦、的小孩啦、财产全部都把他拿走了，夺走了，没有杀任何一个人。等到他们回到这个城，看到所有的通没有的时候，那时候的记载告诉我们说怎样，他们就放声大哭，哭到没有力量。这是非常凄惨，他们简直是绝望的意思。接过来下来就讲到是怎样，他们就预备要杀，要用石头打死大卫，因为他认为是大卫害的他们。不过那时候记载一句话说这样，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大卫在那时候他也是一样哭，也是哭到没有力气，因为上面写说大卫跟他同行的人大家都哭到没有力量。但是后面接着讲这样，大卫他依靠他的神，也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后来再继续记载的，他们就全部都夺回来了。原来大卫就是这样，他是一个不放弃的人。我们的梦想要实现的过程会让很艰难，也会失败。但是我们要是用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的盼望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有没有人正在处在这种情形？你处在一个困境中间，你处在一个好像绝望的，我已经哭到没有力气了，我甚至开始会抱怨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处在这种状况之下？不要放弃。大卫怎样不放弃？依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要是我们能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你也会拥有这样子的态度，你也会不放弃。我们要让我们梦想能够实现里面第三个是这样，你必须要信靠神的恩惠。恩惠的英文里面是讲 favor， 意思就是说对我有什么帮助没有？对我有什么帮助呢？因为我们的梦想呢是属神的，我们既然是合神心意的，我们就必须不断的要依靠神，才能够怎样？才能够完成，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在箴言第8章第35节说：“因为行得我的，就行得生命，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。”我们要是信靠神的时候呢，一定会得到神的帮助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。在希伯来书第4章第16节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不是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爱我们，他要我们坦然无惧。你就是尽管到神面前来，你觉得你有罪，你就认罪就好了。神他一定要帮助我们。当我们做完我们该做的时候呢，神他自然会做他那一部分，你不用怀疑，你只要管你自己就好，你不用去管神的部分，这就是信心的表现。
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应该负责的这一部分。当我们做完这些人，神的一切赏赐就到我们身上。以弗所书第4章第13节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：我们当做的是怎样？我们是不是已经在真道上已经同归于一了？我们是不是已经真正的认识了神的儿子？我们是不是已经真正长大成人？我们是不是已经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？这才是我们应该要考虑的，而不是在想说：神啊，你怎么没有帮助我们？神啊，你为什么还在等待？没有，他在等待，我们还没准备好，因为还没达到这样。我们还没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儿子，我们还没有长大成人。我们常常会想说，我在做什么事情，求神你帮助我，让这些事情能够成功，能够得到祝福。但是你知道你做的事情是合神心意吗？要是不合神心意，怎么会得到祝福呢？所以我们应该换一个思想来讲，在上面所讲的，我们不是要求神祝福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，而是我们要去做神已经祝福的那些事情上。你要是明白神的心意，你所做的就是神已经祝福了，而是要投入神所做的事情，因为那些事已经被祝福了。让我们都投入在神所托付的我们的梦想，去做神呼召我们做的事情。因为在这样的事情上呢，神的恩惠、他的祝福已经在等我们。在新年一年的开始，有新的展望，我们的期待、我们的梦想到底是怎样呢？新年的梦想呢，我们应该跟神结连在一起，结合在一起。我们领受神的梦想，而不是自己的梦想。我们对神给的这个梦想是要清楚的，是正面的。你可以用这个来检查，这是神给我的梦想吗？它会有很清楚的吗？它是不是一个正面的呢？然后我们就开始要用神的眼光去看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愿意为我们会顺服，我们愿意为神所使用，而且我们不会为过去的这失败所击倒了，而且我们不会放弃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。我们最后就是不断的依靠神的恩惠，这样子我们的梦想就一定会实现。让我们大胆的期待我们的梦想会实现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这美好的未来的盼望。新的一年开始，祝福大家在开始的时候都有合神心意的伟大梦想，我们就要将它带到神的面前来献上，并且蒙神的恩惠来带领，我们的梦想就要得到实现。这礼拜中间我们有问题思考，有小组，等一下我们用这个要来祷告，告诉我们说，你有什么事情常常会限制你的想法跟期待呢？是你的过去的失败，你的负面的思想，你的恐惧，你的没有信心，你从撒旦来的控诉吗？你相信在你的生命中间，上帝都会看顾你、保护你，这对你有困难吗？你是不是你信心不足呢？或是你有罪阻挡的你呢？约翰一书第1章第9节告诉我们：我们若认我们的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他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第三，你对你的生命有何期待，有何梦想？你有信心它会实现吗？它是神给你的梦想吗？神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，你有丰盛的生命吗？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在新的一年中间，你给我们的盼望，你告诉我们永存的是信望爱。我们因为有信，所以我们就带来有盼望，而且我们可以领受到神你的爱，也能够将这些爱来让别人也能够分享。我们感谢在新的一年中间，我们重新思考，神你原来创造我们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去行好，然后我们的生命就觉得变得非常的丰富，我们就过了一个丰盛的生命。神你给我们允许是这样，所以在我们新的一年，我们要有期待、有梦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要是合你的心意，我们就一定会得到实现。求神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给我们每个人有你要他们去在今年中间的期待跟梦想，或是帮助我们能够领受到合神你心意的期待跟梦想。主，你就必要让它能够实现，让我们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为此献上满心的感恩与祈求。这是我们同心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
因圣灵感应，由童真理玛利亚所生。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的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